看来这次他是玩真的了。那怎么办？投资的事儿就这么搁着。唐敏熙不跟进这件事儿，这不是等着早晚黄摊吗？我以为你们闹闹就完了，没想到。难道咱们的广告创意就一点价值都没有吗？我还真不信了。我看这样吧，明天呢，我亲自出去跑赞助去，公司你盯着。哥们儿，我必须提醒你，你得认清楚形势。你以为你还是个小孩啊？30几岁的人了，还有多少这样的机会啊？这种能让我们大展宏图的机会，难道我们要放弃吗？难道你还相信那种只要有梦想，通过努力就能实现的童话？兄弟啊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咱们开的是广告公司，是靠自己本事吃饭的，不是他妈靠女人吃软饭的，好吗？再有，敏熙呢，跟我在公司里边只是同事关系，你难道想我跪下来求他？你看，说着就急了。你的性格我还不了解，我没让你去求他，我只是现在跟你分析我们公司现在面临的情况。咱们现在干的这件事，在圈里大家都知道。如果这次真的黄了，咱们在这圈可就不好混了。要不这样，回头咱们去找吴总谈谈，喝顿酒，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。唐敏熙那儿，我去谈。你确实不是个求人的材料。这个事儿啊，咱们也只能看一步走一步。作为朋友，我郑重地提醒你，这个公司对咱们来说是一个事业，必须要认真对待。再说，还有那么多员工靠着公司来生活呢，我们不能只从自己来思考。